晶晶体。晶晶体是起源于2016年的台湾流行语，是对中文与英文夹杂之语言方式的一种戏称。此名称源自于台湾名媛李晶晶，并且在高雄市长韩国瑜于2019年8月底的一场演说后再度爆红。定义：晶晶体是一种流行于台湾以中文为基底，夹杂英语不成句的单字或片语的表达方式，特指所使用的英文字多为过于简单，没有替换必要者，进而产生有意炫耀双语能力却弄巧成拙的效果。起源：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在2016年11月接受 Vogue 杂志专访时，曾使用过这种中英文夹杂的说话方式。像是 Lady Diana 是他们的 idol， 这包包的背后还有很深的 meaning。现在的女生都很 active， 这品牌真的很 amazing， 其 Facebook 行文亦然，所以被民众称为晶晶体。2019年8月21日，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往台北市美国商会演说，前2分钟演讲过程中不时以中英文穿插，像是38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While I was the freshman of the college， 晚上上班就在 American Club， 白天是 student， 晚上是 American Club security guard， 所以门进来第一个就看到我了。I just sit there and check the card， 然后看一下你是不是 member。If you're not member, please just go away。所以我的 tuition in the fee， 我的大学的生活费都是 American Chamber pay me。这使得晶晶体再次受到热议与模仿，例如行政院长苏贞昌模仿我是很 busy， 因为我很多 things 要 do。台湾知名冰店脸书粉丝专业模仿天气总算放晴，没有 rain， 太阳很背，有点 hot， 让我想到以前还是 student 时，喜欢在这样的天气吃一球 ice cream， 真的会让人很 happy。各方反应：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在美国人的面前使用此文体不那么可爱，会被他们嘲笑。台北市长柯文哲意有所指说 ：“Hello everyone, good afternoon。”我不会什么晶晶体，还是说英文好了。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表示，语言仅是一种工具，韩市长不用太介意。参见混合语、语码转换、中英夹杂。语码混用。混合语是指多种语言融合产生的语言，目前已知的混合语都是2种语言的混合，虽然语言间的相互借用和影响非常普遍，但是真正的混合语并不多。混合语的产生有可能标志着新的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产生。语码转换是一个常见的语言现象，指一个人在一个对话中交替使用多于一种语言或其变体。此现象是众多语言接触现象之一，常出现于多语者的日常语言。除了日常语言的对话，语码转换也出现于文字书写中。中英夹杂又称中英混杂、中英相杂、英汉夹杂、中英文夹杂，是一种语码混用现象，指在汉语口语或中文书面语中夹杂英语单词、短语或个别短句的现象。语码混用是指说话人在使用一种语言进行交际时，因某种原因突然选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词语或结构，从而出现2种或多种语码的混用，是局部词语或结构的混合使用。根据以上的定义，晶晶体可能接近中英夹杂语码混用。台湾闽南语、台湾国语有些部分可能接近混合语语码转换。